好，各位大家好啊 ！Milwaukee 有4款 Linksaw 套裝嘅，咁呢個21件裝啦、20件裝啦、19件裝啦，同埋呢個10件裝。咁呢個10件裝呢，其實呢，佢係 Linksaw 呢有4個嘅，咁佢仲有埋 Linksaw 芯啊、Pilot 啊、個 Pack 膠箱啊，咁加埋10件啦。咁就佢就多即係佢呢個呢，就主要如果你買佢，其實都係為咗個箱咯，但係都係一樣嘢啦。你睇下啲 Linksaw 嗰啲 size 啱唔啱自己用啦。因為買呢啲色 Linksaw 咧，最緊要係啲 size 啱用。咁我都影一影啦。呢度都有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個 Linksaw。咁呢度都係啦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3個 Linksaw。呢個咧19件，反而呢個20件少個 Linksaw，咁佢可能俾多1、2個芯啊嗰啲咯。咁呢個都係啦，數埋啦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3啊，係啦，睇下邊一款啱你哋咧。多謝各位。